各位兄弟姊妹平安，感谢主，咱个来到这个新的主日，咱今仔日借着这个电脑三角伫空中见面，咱伫遮敬拜主，求上帝甲咱同在，求神的灵来带领。互咱无论是伫内面的交通，或者是神的话语，来帮助咱心中有主的平安，要得到上帝的知识，互你更较明白圣经，明白神的旨意。咱知影做一个神的行离，叫咱毋通停止聚会，因为停几世的人，因为灵命就会退步。魔鬼有时会借着这机会来试探人，所以上帝的话语甲咱讲，毋通停止聚会。虽然咱现在是处伫真特别的时期，疫情的原因，为教会也阁无正式开放面对面聚会，或者疫情较悬起来的时阵呢，也停止面对面的聚会。咱的教会已经2个月开始面对面的聚会，但是在是用英文聚会，甲大部分青年人，咱成年人年纪较大出门也无啥利便，并且可能身体较软弱，无方便惊受感染。所以求主怜悯，咱仍然虽然无法通面对面聚会，但是咱仍然毋通停止聚会。开你的电脑还是手机，就法通收看咱的聚会的讲道感谢主，有除了咱本国的人有听参加咱的聚会。也阁有别个国家、别个所在地区，因也是参加咱的这个闽南话甲国语的聚会，求上帝甲咱同在。咱三合额头祈祷，亲爱的天父上帝，多谢你，互阮伫疫情当中仍然有机会借着这个电脑伫网顶的聚会。求上帝来使用这款的聚会，虽然毋是真方便，无亲像正常的面对面的聚会，但是阮仍然有法通对神的话语当中得到造就，属灵的生命法通继续来长进。阮也感谢主，互阮伫英文班的也英文的团聚会当中，有青年人来参加。也有主日学小朋友来参加，感谢主的恩典，求上帝使用在聚会来造就属灵的生命。阮将下面的时间恭敬的交托你，无论咱兄弟姊妹伫倒落什么国家、什么地区，拢借着上帝的话语，人来得到造就。阮安尼交托你，祈祷奉主耶稣的圣名，阿门。我只能写。
各位兄弟姊妹，咱6月份会讲到的系列啊，什么是系列呢？就是英文是 series， 就是每一礼拜有3连接啊，主题是上一个啊。这6月份的主题叫做神圣的自拍。什么是个自拍？咱现在有手机的人啊，真流行，就是家己拍合家己的相，合家己的面啊 ，selfies 就是摕手机甲一支棍啊，有到甲你啊，摕咧一支棍的头前，才家己合家己的相，就是家己合家己的真相。那这个系列的思想中心思想是什么呢？啊，焦点就是对于这个信徒基督内面的身份啊，咱这个信主的人，咱来知影咱伫基督内面的身份，咱就知影要怎样伫这个世界要怎样生活啊，要怎样做工，要怎样来服侍主。基督徒的身份啊，是咱伫这个世界顶吼千变万化啊，瞬间这个代志啊，真紧就过去了。但是哦，有时这个代志哦，世界的代志啊，有些影响咱个人的灵性的增长，也可能也影响咱甲别人的关系。所以信徒就伫这个世间当中诶，自我的检查甲反省啊，因为咱若是安尼自我检查咱家己，甲反省咱家己，最终的目的呢啊，就是有法人知影咱本人的欲望是啥物啊，咱伫咱的生命吼有显示。来通看出咱内心是啥物，咱做人是啥物，来家己拍家己的形象，咱亲像啊，咱来反省，咱亲像甲一个手去合咱家己，咱内心的情形，来反射出咱家己真正的形象是啥物。咱真正的身份吼，基督徒真正的身份是啥物呢？就是伫耶稣基督内面，甲咱的生命，信主了，咱的生命内面所拥有的耶稣基督的本质是啥物？啊，咱的本质，咱的这毋是伫这个世界当中啊，咱对这电视节目当中，对这互联网啊、Internet 啊，甲社交媒体、社交，互咱的影响啊，所以世间的代志，常常伫电视顶面、报纸顶面啊，直直咧改变，因会将个人生目标，也是做人的根基是啥物，也是做人的这个人格应该着怎样，有时随着在世间的在电视咯、互联网来影响一个人，所以咱吼常常会改变一件代志，会改变一件咱的角色是啥，还是改变咱的想法是啥物，咱就交出分开啊。因为咱若无咱属神的行哩，这个身份啊，若无交这个世界分开，咱就无法通真有效的来为主做工啊。咱就关注，咱就注意到咱的伫基督内面真实的身份，咱就有法通传扬上帝的真理，带人来归向耶稣基督啊，互因世间人啊得到上帝的祝福啊，得到永生。所以咱今仔日一个题目啊是啥物呢？是伫基督内面的福气啊 ，Blessings in Christ。互咱知影啊，咱伫基督内面，咱是偌有福气啊！咱的身份到底是啥物？咱的身份对倒落来，咱对将来的盼望是啥物？
所以咱对保罗所写《以弗所书》第1章第1节到第14节当中啊，咱要来对这内面啊来得到启示。今仔日咱接到这个保罗所写的这个《以弗所书》啊，第1章第1节到14节当中，开始是保罗习惯上是用问安的做一个开始啊。头2节是安尼讲，是奉神的旨意，做基督耶稣使徒的保罗啊，写批互伫以弗所的圣徒啊，伊说讲圣徒以弗所的圣徒，就是伫基督耶稣内有忠心的人，所落去愿恩惠、平安，对神咱的爸甲主耶稣基督归乎恁。以弗所书一本册啊，是保罗伫什么所在写的？是关伫罗马的卡区内面啊所写图。写图上啊呢，写图伫罗马帝国所管辖的这个区域，就是小亚细亚，就是土耳其的这个地图啊，一省这麦诺、Asia Minor省的几间教会，所以这张批呢，这个以弗所书是写图伫Asia Minor的几间教会。那么以弗所教会是其中一间。伊在讲圣徒写图，这个以弗所的圣徒，这个圣徒是什么意思？就是咱信主了后，伫耶稣基督内面成圣，就是有信心啊，即信主的人分别为圣的一家人，分别为圣。就是咱的生活，咱的思想啊，要分别为圣，是属于上帝的人。啊，即搭讲忠心呢，伊说忠心就是有信心，交伫主的工作中面有信心、有忠心的一家人。啊，所以信徒啊，保罗写回头因。那另外一句是伫基督耶稣内是什么意思啊？我那这个人信靠主耶稣，就伊就是蒙掉啊，做圣徒，做人因的生命、因的生活释放啊，拢是伫耶稣基督内面咯。咱信主的人就是进入伫耶稣的生命内面，伫耶稣基督内面的人，也是基督教会啊，耶稣的身躯无可缺少的一部分。所以咱感谢主，伫耶稣基督内面的一切福气甲恩典啊，咱拢有法能享受。第2节讲，愿恩惠、平安，对于神，咱的爸，甲主耶稣基督归乎恁。伊即个讲到恩惠甲平安啊，真重要。保罗的问安常常是有恩惠甲平安。这个恩惠是讲到什么呢？咱信主了后，别会成事脱难。信主了后，有圣灵住伫咱的内面，有使托咱平安。耶稣伫升天以前，伊说：“我所使的，毋是世间人所成事。我使的平安叫世间人是无同的。我若是信主的人，有圣灵伫咱的内面，伊要成事托咱平安。感谢主的恩典啊！所以这个恩惠是神赐托我无配的罪人的一个礼物也是喜乐的来源。那么平安呢？希伯来文叫 Shalom。这个 Shalom 不是说无战争的状态乃是讲到
咱这个信主的人，咱内心圣灵的基础来表示这个欢迎啊、兴盛，特别是属灵的代志，会一件好的现象，所以迄个平安啊。那么伫各种咱有内面有迄个主的平安的时阵，咱处伫各种的患难当中，无好的环境内面，咱也是有迄个平安。所以保罗啊，咧问安啊，总是算什么用恩惠，然后才有平安。这个次数啊，是真合适啊。因为虽有上帝的拯救，对付了咱的这个罪的问题，咱的罪得到赦免了，然后咱才有平安，对咱的伫咱的心中。所以恩惠是平安的什么呢来源？那平安呢是恩惠的结果。咱因为接受了主耶稣是白白的赐托咱，救恩啊是白白的赐托咱的，所以对救恩是对上帝来托咱来，伊托咱的恩惠咱得到罪的赦免了后，咱内心自然有主的平安伫内面，无迄个罪会咧控过咱，咱良心伫咧控过咱，所以这个平安是真重要。伊讲第二點是伫基督内面的福氣，基督内面的福氣即咱要分3點来讲。咱怎么讲啊？对30到第14節是一句真長的叫詩句伫這個真長其實是一幾句是一句詩句是原文是一句呢，但是要分做3段的讚美。頭一段呢是對於天父聖父的敬宣的讚美，第二段呢是講到頭一段是4節到第6節，第二段是7節到12節，是對聖經耶穌救贖的讚美。第3段是13節、第4及第14節是講到聖靈的印記的讚美，聖靈對佇信主的內面的迄款的讚美。所以咱對頭一段來講，頭一段是對3節到6節，聖經是安尼講：願頌讚歸乎咱的主耶穌基督的父神，伊佇基督內。曾經賜予咱天頂逐款屬靈的福氣。第4節就親像神對創世作創立世界以前，佇基督耶穌內面競選了咱，互咱佇伊的內面有聖潔，誠做聖潔，無瑕疵就是無污點。第5節，如果因為疼咱，就按照家己的旨意所歡喜的，有定咱借着耶穌基督得到囝的名分。這3節主要是要講到天父競選的這個文書。第6節呢，佢再講到。互伊的榮耀的恩典得到稱讚，這恩典是伊佇聽囝內面所賜予咱的。第3節伊講到什麼呢？伊講伊曾經賜予咱天頂逐款的福氣。那麼這句的意思是什麼？當咱信主進入佇耶穌內面、基督內面的時陣。神就將屬天頂逐款屬靈的福氣全部的賞賜予咱咯。比如將什麼呢？將救恩救贖賞賜予咱。那救贖了後，伊將囝的身份賞賜予咱。叫屬靈的內在，就是聖靈帶佇咱內面的迄款的恩典。
也佫有生命的逐款的温素啊，来成就互咱啊，逐款的福气啊，也佫有这个上帝也佫会互咱什么？伫神的内面的产业。产业是啥物呢？就是伫上帝国度内面，伫上帝内面的一切丰丰富富，一切的福气，在产业。产业就是真有福气的享受，伫天国内面。那么第四则特别讲，伫创立世界以前啊，就讲了这。创造世界以前啊，伫耶稣基督内面啊，就竞选咱，竞选咱。这个是一个真奥妙的代志，咱都未出世哩哦，要怎样？要竞选咱啊！伊即句的意思是，上帝也未创造这个天地的以前吼，也佫无人徛伫这个世上，人也未出世的时阵啊，上帝就捌咱咯。啊，圣经佫讲，咱也佫伫老母的腹肚内面也未生出来，伊就认捌咱咯。伫内面也佫未成形的迄个胎儿啊，也未成形的时阵啊，上帝就认捌咱咯。所以上帝伫遐伫竞选咱，要做啥物啊？做伊的囝儿。可见啊，咱得救完全是啥物呢？是出于神的恩典，叫伊的计划，毋是凊彩无计划的，这样随便就安尼补出来了。毋是啊，咱被竞选，拢是甲咱伫世间的一切，拢是伫神的计划当中啊！这个甲咱做功德无关系啊！咱得到神的恩典，得到拯救叫咱做功德无关系。真侪人讲说啊，只要咱伫世间做真侪好代管偌侪钱互社会咱将来上天堂去西天。但是圣经并毋是安尼讲，人得救毋是靠着咱的行为啊，偌好啊歹，咱是上帝的恩典所成就的。也借着人会相信，将这个救恩救赎成就互咱。咱人无啥物通夸口的代志啊！咱人内面真侪污秽暗淡啊！咱的思想啊，皆是污染的无啥物值得通骄傲的。第四则讲，神伫基督内面竞选了咱，目的毋单只是要叫咱得救。而且，佫是啥物呢？要造就咱，要叫互咱内面有诚侪圣洁，无暗淡污点。咱伫生命当中要除去一切神性情内面所无的这些物件，这些暗淡的成分无，为着要叫咱行善，要叫咱正省来避办。伫世间有好的行为这好的行为呢，甲态度呢，一切呢是有必要效法，叫咱来学习耶稣基督的款式的样式。所以圣经甲咱讲什么呢？圣经甲咱讲，就是主的内面的智慧。公义、圣洁、救赎，所以咱伫基督内面咱亲像有耶稣的在本质内面咱亲像穿一领什么披戴基督，咱像将一领耶稣的衫干穿落去，迄款的，较让别人看起是耶稣但是咱伫内面，因为耶稣的表现是真好，别人咱是向耶稣学习伊的样式。所以伫神的面前咱才有法通食做啥物呢？圣洁无瑕疵无污点的。这搭佫特别讲到有定，上帝有定咱，有定是啥物啊？
你要摕黑色以前，黑色未来时，你先定咧，先去关咧。所以这个有定吼，意思是原文啊是有限的选择挑选起来。所以表明上帝啊，伫咱心中的意思吼，旨意啊是从古早时也无天地万物以前哦，就定落来。伊的旨意就是要借着耶稣基督，互咱得到这个囝儿的身份，为着要叫咱得到囝儿的身份。所以人被造的目的，是要干呐？要做神的囝儿啊！为什么呢？通来管理上帝所创造的啊！所以这个囝儿的身份哦。神创造天地万物的时候，后来创造人阿当、夏娃，上帝称呼因囝儿，也叫伊管理这个世界。但是因犯罪了后啊，无顺服上帝的旨意，犯罪了后，伊这个囝儿的身份啊就丧失去了。那现在呢，伊佫要叫。借着耶稣基督，将这个身份搁详述讨咱。当咱接受耶稣基督的时阵，伊就赦免咱的罪。啊，这个身份哦，囝儿的身份，搁再一摆详述讨咱。所以圣经的约翰福音1章12节，怎样甲咱讲啊？就是凡信耶稣的名的人，伊要赐予因一个权柄，做神的囝儿。所以，咱有一个权柄啊，要做神的囝儿，毋是咱用咱的钱来买来的这个身份，毋是用咱的行为买来啊，做真侪好代得来积蓄来的跩德行，毋是啊，那是神的恩典赏赐予咱的这个神囝儿的身份，感谢主的恩典。所以这个囝儿的身份也非常重要啊！咱有了这个神的囝儿的时阵，就是互咱有这个权柄，要来承受、来得到上帝的财产。囝儿才有这个权柄啊！你也毋是囝儿，还是过路的，随便一个人来啊，无办法来承受这产业啊！所以感谢主，咱成做神的囝儿，完全是神的恩典。好，第二点的赞美是什么呢？头一点是讲到上帝啊，对上帝将个赞美啊，就是上帝竞选的赞美。第二点是伫耶稣基督内面哦，救赎的赞美伊。第7节，第1章第7节安尼讲，咱遮着听见。会悔得蒙救赎，咱的过犯就是犯罪，得到赦免，乃是照着上帝丰盛的恩典。这里救赎的意思是什么呢？救赎英文是 ransom 啊，就是赎金的意思啊。古早时啊，有这个奴隶的制度，特别是罗马帝国啊。流行这个奴隶的制度啊，有人将这个奴隶甲买去，你若要甲你倒甲你赎回过来，你就付一条钱，还是一个代价啊？就可能将这个奴才哦，这个奴隶甲伊买赎过来，买来了后要做家己的奴才啊，还是卖互别人做奴才，或者是将伊甲你互伊自由咯。可以得到逃放自由了。那么，咱救赎吼是有这个代价，这个代价是什么呢？就是耶稣基督为着咱的罪被钉死流血，所以圣经讲伊说，借着听见耶稣的血啊，得到蒙救赎。那么圣经讲，人这个若无流血啊。罪就无法能得到赦免了，所以流血意思就是牺牲，
就是着实行。所以耶稣上帝借着耶稣伊会听见，借着耶稣的实行，定是伫个将咱对罪恶当中买赎过来，成做伊的行李，伫上帝手中成做宝贝，将来要享受永远的福气。这是上帝偌疼咱，借着耶稣基督来拯救咱。第8再讲，这恩典是神用诸般的智慧、聪明、充充足足的赐予咱的，都是照着家己所有定的美意，叫咱知影伊的旨意的奥秘。上帝叫咱就知影伊的旨意啊，毋是叫咱一个糊涂人。上帝爱咱知影这个神的美意哦是啥物啊？是有定的。上帝有定咱啊！咱们讲过有定是啥物啊？随经选起来，是要照着上帝的安排，到日期满足的时节就互天顶、地顶，甲一切所有的都伫耶稣基督来，要同归于一咯。上帝拣选咱，上帝拯救咱。是神用诸般，就是达款的智慧甲聪明。神拯救人毋是随意的将这个救恩随便单托人咱就一项无重要的物件，恁得救，毋是安尼，有这个计划的。你是上帝的救恩对咱的拯救是怎样呢？量身定做。意思是特别咱个人的需要，咱个人有着适合咱的个人，是上帝亲自设立。意思就想好势，用伫最合适的时间，用上帝用最好的方法来拯救咱，赐予咱的救恩。所以上帝伊有计划的，有时间性的。有代价性的，用最好的方法，无别人有法能代替，就是耶稣基督来代替，充充足足，神伫基督内面的救恩是全备充足的，无论是终身得救，还是得救了后咱生命的成长、生命的造就拢就是当毋是咱靠咱家己伫耶稣基督以外来加添什么？神无需要咱加添什么做什么代志去讨耶稣什么金钱是什么才有法通拯救咱。神无需要转，只要咱靠着顺服上帝的旨意，顺服圣灵的感动，用信心来接受，咱就得到了。这就是恩典白白的赏赐所以恩典就是白白的予咱的，唔免付什么代价，因为上帝已经付了这个代价来买赎咱。这个代价就是用耶稣基督的血，伊的独生子的生命来拯救咱。所以第2点咱的感恩就是甲赞美就是上帝救赎来感恩。天顶，一搭个讲天顶、地顶一切所有的，就是伫宇宙万物，是包括这个属灵的世界、甲物质的世界被造独个基督有能力，伊的确有法通互万物来恢复，同归于一。意思就是上帝的旨意是要荣耀伊家己的。叫天顶的下骹三合做一个，就是有外邦人、叫犹太人，因也是同归于一，伫上帝的内面。古早时犹太人看轻在外邦人，将当作俗的是超俗的，毋是神圣的。但犹太人是上帝所拣选的。当咱得救了后，咱无分个是啥物是圣，啥物是俗的，咱伫上帝的手中拢是神圣的。要诚做圣洁的，
要食做上帝的行礼，要将迄个做得好的产业享受讨咱。所以第11、第12节伊甲咱讲，咱也伫伊的内面得到了基业。什么是基业呢 ？inheritance 这个国王有真侪财产伊在王子将来会得到这个国王的财产。咱也是安尼，咱信主的人要得到上帝万王之王、万军之君万主之主的财产。这原是迄位随着家己的意思来行，做万事照着伊的旨意来有定的叫伊的荣耀对咱在头生伫基督内面有盼望的人可以得到称赞。直到讲到这个上帝的旨意的三项目的。头一个目的是什么呢？就是让咱做成做基督的样式。为头一个目的是说，让咱成做基督的样式。咱信主了后，也有真侪无适合上帝心意的行为、思想习惯在。耶稣基督是咱的样式。咱的效法伊学习伊，互咱的性情叫伊送。咱做人，咱就有迄个上帝的旨意，而且互万物拢伫基督内面同归于一。所以伫上帝的旨意内面无天顶的、地顶的要同归于一。第二个目的是什么呢？是要叫咱借着耶稣一行的这个名分，互咱得到借着耶稣基督来得到这个行礼的名分。这个行礼的名分有重要无啊？当然重要呢。对财产的遗传，在财产拢是有行礼的名分。别人毋是你的囝无才调、无可能、无资格、无迄个权利，只有行你的名分的人，才有权利伫基督内面得到上帝所批判的这些产业。圣经讲基业就是 inheritance， 咱是真有福气的。咱将信主了，上帝叫伊内面的一切丰富，就成做咱的产业，咱的基业。那么咱信主，咱服从主，咱做百姓人上帝在子民也是成做上帝的产业咯。旧约内面，伊讲在以色列百姓是伊的选民，因是属上帝，因是有祭司的正性的身份。伊是成做上帝耶和华的产业。咱信主了后，咱毋但得到上帝的产业，咱本身基督徒，上帝的儿女，也是上帝的产业。所以感谢主。第三个目的神的旨意三个目的是要叫神家己得到荣耀，得到称赞。什么意思呢？咱信主了后，咱成做上帝的儿女，逐个人就顺服上帝，咱伫上帝的旨意内面，所以上帝的名得到荣耀。咱伫遐咧称赞上帝的伟大、上帝的慈爱、上帝的信实，借着伊的大挺，借着伊独生囝，将咱来拯救出来，归于家己。上帝是真伟大的，上帝得到阿罗，得到荣耀。第三点呢，就是怎么讲天父的竞选。第二是讲到圣经的这个救赎。第三讲到圣灵的印记。咱来赞美阿罗。第13节安尼讲：恁既然听见了真理的道理就着叫恁就是
迄个叫人得救的福音，也信了基督。既然信了伊啊，就受了所应允圣灵的印记。只要信主的人有圣灵做印记，咱就砍一个印。这个圣灵是咱得到上帝的基业，就是财产的证据啊，的凭据，伫听候到神的百姓得到属互咱托伊的荣耀得到称赞。所以这搭可能讲是恁是指上就是教会的信徒，主要是指挥外邦人的信徒。既然咱外邦人毋是犹太人，咱顶摆无信主咱既然来听了真理的道理，来信了耶稣做救主了，就受了圣灵的印记，甲咱当印。这个印记也是古代。也是最后要加一张皮，砍一个印色这个是上的要送一件礼物一项物件去倒落，伊砍一个印这个是属于我的这物件。所以圣灵信主的人有圣灵点伫咱的内面，所以圣灵为着要确认咱在信主的是属上帝的啦，所以咱有一个印，无形的印，咱就当伫咱的内面，就是圣灵伫咱的内面。所以圣经罗马书第8章16节安尼讲，圣灵甲咱的心同证同时证明咱是神的囝。所以圣灵咱有时信主啦，我得救尾我毋知有得救无但是圣灵点伫咱的内面，互咱知影咱得救了，咱的心互咱知影咱得救了。所以圣灵甲咱做一个印证。加勒太4章6节来甲你讲，恁既然诚做行离，神就赐伊的独生囝的圣灵进入恁的心互恁叫上帝是阿爸爸。所以圣灵点伫咱的内面，就是咱就一个印，当伫咱的内面这个是属上帝的行离。所以呢，咱应该既然有圣灵伫咱内面，应该伫生活顶面来顺服圣灵凡事上，互伊来管理、来引带、来感动咱，互世间人有法通看出咱在信主的人是属上帝的人了。当这个人悔改信主了后，伊的内心圣灵就住伫伊的内面了，徛伫伊的内面了，来带领咱、感动咱、引带咱。指导咱，所以14节安尼讲，信主的人信主的人心内既然有圣灵那么这个圣灵就是得到基业的凭据。咱若去银行呢，领钱你就一张凭据，一张纸价有砍印，有签名的，这张是1 million， 你就可能摕一张凭据。去领迄个钱，圣灵也是伫咱的内面做一个凭据，是说咱属于上帝的行离。咱有一个凭据呢，将来这个印记，咱有可能伫上帝的国度内面得到一切产业，丰丰富富的产业。感谢主！所以到迄个时阵伫神内面一切的丰富就成做神会行你的产业咯。你咱若在信主的人，也是属于上帝的产业。到这个时上帝的旨意甲上帝的计划已经真完美的来完成了、应验了，就成就了。所以神的名就值得咱学咯，伊是荣耀的上帝，伊是值得赞美的上帝。所以这个时候，咱应该着来赞美上帝。所以这3项上帝旨意的目的，头一项是什么呢？就是上帝有互咱在
互咱得到这个耶稣基督做咱的样式。第二个就是要互咱啊，来借着耶稣基督有上帝的行礼的名分。第三个有这个证据三个，咱基督内面啊，是上帝咱得到荣耀，咱来赞美伊咱就来赞美上帝所成就的咱们讲到第三点的时阵，就是讲到什么印记就是圣灵伫咱内面的印记，所以这是上帝所托咱的。所以兄弟姊妹，咱现在伫这个世界当中会拄到真侪款的社会顶面的影响伫电视咧也或者伫这个internet 的，咱看到真侪种的咱头壳真乱受在世界影响讲是这 internet net 较咱是一个希望呢。真侪信徒袂晓去经好歹就是这个开的时阵拢总暗淡的，去入去咱的思想内面，入去咱的头脑内面，可能来成做咱的人生的目标，成做咱的生活的标准，毋是安尼。咱的标准是神的话语，所以咱就小心求上帝来帮助咱。咱伫这个世界中受到各款的歹的习惯、歹的思想的影响，咱叫这个人会犯罪，甚至叫上帝的关系愈来愈疏远，愈来愈远咯。我记得中国有一句成语叫做什么出于污泥而不染是莲花莲花是一个真水的粉红色还是白色的花，伊伫暗淡的水沟内面无论何生活偌久迄个伊的花仍然是真清气，无染着迄暗淡的咱后壁有一条暗淡的沟迄水是真乌的，咱的一领白衫等入去水沟咧，伊领衫变乌的。佮变臭，但是迄个花莲花伫遐袂臭，佮真清气。咱的基督徒伫世界中应该是着安尼因为咱有主耶稣的生命伫咱的内面，你诚做一个圣洁的人，咱是诚做上帝的行礼，有福气，能得到天顶的基业财产。愿上帝祝福咱。你是不是因着你的这个基督徒的身份感觉骄傲，还是着好好来保持这个基督徒的身份？以后伫世间的照友好的，当来为主传福音，为主发光做盐，来荣耀上帝的圣名。你愿意吗？三合额头祈祷，亲爱的天父上帝，多谢你借着今仔日，借着保罗所写的书信内面，让阮知影做一个基督徒的身份是何等的宝贵。毋是阮靠着家己的能力来得到拯救，乃是靠着上帝的拣选，靠着耶稣基督的拯救，靠着圣灵的感动，靠着圣灵的引带，来互阮伫世界顶面来怎样来生活，怎样来荣耀你的圣名，求上帝来帮助每一个兄弟姊妹，特别是疫情的时期当中，真侪人的生活拄着困难，身体拄着困难，拄着问题，求上帝赐因开力，求上帝甲因同在，上帝是不离不弃伫咱的身边来帮助咱，赐咱力量。圣经甲咱讲。恁的日子如何，你的上帝的力量也的确如何。所以，阮感谢上帝，甲阮同在，愿你的名得到荣耀。安尼祈祷，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